大家好，今日同你介紹下呢間位於 PD Production 嘅海景公寓。佢喺 PD 7條石嘅角落咁掹，有海景同日落靚景㗎。10幾樓，屬於高層，有2房、2間浴室，都係全新家私電器，3部新冷氣機。全間都係冷氣設備㗎，有公用泳池，24小時保安，仲有無限嘅車位，可以自己住，都可以做度假屋、做民宿㗎。附近有好多商店、餐廳、超市，衣食住行都好方便。長租或短租，無任歡迎。如果你有興趣託管，可以出讓俾你做商業用途㗎。而家就帶你嚟睇下，有興趣嘅歡迎私信我。多謝大家。